香港啱啱公布咗一份長達20年嘅交通發展藍圖，最緊要嘅係健康出行。我用3個簡單嘅步驟同你講下呢個計劃，咁樣你就容易記住啦。第一步，大方向嘅健康出行就係要建設可持續、以人為本嘅社區。諗下短途出行同埋最後1公里嘅距離，我哋可以揀步行、踩單車，仲有電動出行工具。新發展方面，園區會建設15分鐘生活圈，咁樣你日常需要嘅嘢，行少少路或者踩小段車就到。另外，仲會增加更多單車徑，將所有地方連接起嚟。第二步，安全合法嘅 EMD， 今年政府計劃提交法案，規管 EMD 嘅使用，並開放指定區域。每一款 EMD 型號都會經過一個由認可機構運作嘅認證系統，符合技術同電機規格。通過認證嘅產品會有一個帶2維碼嘅標籤，方便執法人員快速檢查。電池同電子元件必須符合國際安全標準，要有過充、過放控制、短路同過熱保護，仲要通過震動同衝擊測試。隨住技術成熟，佢哋仲喺度討論轉用更安全嘅半固態同固態電池。第3步，正確使用，最低年齡要16歲，要戴頭盔，只能使用符合規定嘅產品。點解要咁嚴格呢？2024年發生咗3宗 EMD 交通意外同12宗火災，2025年有8宗意外、17宗火災，非法使用 EMD 被捕人數亦由2024年嘅647人上升到2025年嘅760人。所以請大家耐心等下，立法工作而家喺最後階段，預計2026年完成。到嗰陣有咗指定區域同單車徑，短途出行會更環保、更快捷。快速回顧一下，城市規劃要以人為本，設備要經過認證，企行要安全同合法。